大家好，今天是一心讲堂菩提道灯论的第15堂课。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去年的课程。去年最开始的几堂课当中，我们先是介绍了灯论创造史的历史背景和情境，然后呢，也简单的介绍了他的作者，也就是阿底峡尊者的一些生平和故事。同时呢，我们也讲到了灯论的创造史、动机以及它所包含的大致内容。其中我们谈到，由于当时藏地社会动荡，佛法环境十分的混乱和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阿底峡尊者为了能够规范和整治当时的佛教的氛围，同时也为了向广大的信众和弟子普及正信的佛法思想，于是便写下了这部流芳百世的菩提道灯论。上堂课呢，我们也讲说了有关暇满人生难得的内容。接下来呢，按照之前科判的这个顺序，前行部分的第2部分应该是一至善知识。但是呢，我觉得按照我们这次课程的进度可能把这个善知识的部分呢留到后面讲会比较妥当。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先来谈一谈关于这个下一个部分，死亡无常，也就是夏师夫正行修行的这一部分内容。说到这个死亡无常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是一个佛教修行当中最基本的内容之一。所以呢，我想这次我会以传统的方式为基本，然后呢再加上一些现代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讲解，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开拓思路心中能升起一些不一样的感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3个方面来讲解死亡无常这个话题。第一个，观修死亡无常的重要性。第二呢，如何观修死亡无常，也就是它的内容。第三，判断是否升起了死亡无常的标准和方法。首先呢，我们先来谈一谈第1点，就是观修死亡无常的重要性。在佛经当中是怎么说的呢？其实呢，很多的佛经里面都讲到了它的重要性。但是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就是出自《大般涅槃经》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一切记中相记第一，一切想中无常思想是为第一。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所有动物的脚印当中呢，大象的脚印是最大的，是为第一。
在所有的想法当中，死亡无常的想法是最重要的，是第一名。通过这样的比喻啊，足以见得观修死亡无常的重要性。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佛陀的一生，同样也可以发现无常是多么重要的一项修持啊。我们都知道，早年佛陀还是悉达多太子的时候啊，他的父亲总是尽量不让他离开皇宫，直到有一天呢，他终于有机会到城外的时候，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亲眼见到衰老、疾病和死亡，而且他也遇见了一位比丘。正是这次出行的所见所闻，触动了年轻的佛陀，唤醒了他想要寻求真理、强烈的想要出家，想要从轮回当中解脱出来的决心。也正是无常这样的事实，才有了后来他离开皇宫，潜心修行，证得佛果的成就。不仅如此呢，佛陀圆寂之前留给后人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关于无常。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中是这样记载的：佛陀临终之前说道：法皆如是，诸行无常，是我最后之所教诲。意思就是说，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是我最后对你们的教诲。同样呢，我们知道，在声闻乘或者说是佛教最基本的理论里面，有苦集灭道四圣谛的教授。尤其我们可以把这四圣谛里面的每一谛细分为4个形象，共有16项，统称呢四谛16形象。那么在苦谛当中呢，所分的4项分别为非常、苦、空、非我。我们可以看到，在四圣谛里，第一谛是苦，其中第一个形象就是非常，也就是无常。所以在声闻乘中，最先学到的、最基础、最核心的教授也是无常。另外呢，还有一种证得阿罗汉的成就者，叫做独觉。独觉就是在没有佛陀的时代自己觉悟而脱离生死的人，就是独觉。那么独觉在观缘起，也就是思考真理寻求这个证悟的过程当中呢，他会在尸陀林，也就是坟场，看那些尸体，由此呢就意识到死亡无常，进而联想到衰老、疾病等等，就会这样逆向的推想出12缘起，最终得到证悟，脱离轮回。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独觉所思维的第一个内容，也是死亡无常。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大乘。大乘的修行过程一共可以分为5道，也就是修行的5个阶段。其中第1道叫做资粮道，主要的修持内容是4念住。而4念住中，第1念住是身念住。在做这项修持的时候呢，同样也是要去尸陀林坟场，
去看那些尸体骸骨，然后呢进行观修。所以呢，在大乘的修行当中，第一个观修的内容也是死亡无常。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密乘。在修持密乘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需要观想坛城，也就是曼陀罗。可能很多人都见过类似的造像和绘画。坛城的中心是一座宫殿叫做无量宫，看起来是非常的华丽，给人一种豪华宫殿的感觉。所以呢，有些人认为观想坛城应该想到的都是欢乐美好、金碧辉煌的样子。其实不是这样的。坛城是一圈一圈的组成的，最中央是无量宫。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大多数情况下呢，都会从外圈往中心一步一步的观想。绝大多数坛城的外圈呢，都是尸陀林，也就是坟地。所以呢，在密乘里面观想坛城的时候，最先思维的也是死亡无常如果观修的到位的话呢，就会自然升起一种对死亡的恐惧，从而呢产生想要马上修行的紧迫感，于是呢就会更加精进的去修持。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观修死亡无常时，佛教三乘当中都必须要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修行内容，它的重要性是多么的不可取代。那么，为什么观修死亡无常这么重要呢？接下来我们就从理论道理的角度来谈一谈它重要的原因。修行可能对很多人来说的话呢，是一件有点辛苦、枯燥，又无聊的事情。成佛的目标呢，听起来就是那么虚无缥缈遥不可及。而反观眼前的现实生活总是有那么多急着我们去处理和解决的事情。就算有一天终于忙完，有一点空闲的时间，我们也宁愿放松一下享受一下。就这样修行的安排呢又是明日复明日了于是呢修行总是被一拖再拖我想在这个修行这件事情上，可能很多人都有拖延症。而观修死亡无常，就是直接解决了我们这些不修行，或者说是不着急修行的根本问题。虽然在佛教当中，我们都相信生死轮回，但是呢，说到来世，可能很多人还是觉得太虚幻了，连相信都很难，更何况是为之努力。相比而言呢，此生的种种，尤其是眼前的事物就显得无比的真实和清晰。再加上我们本来就已经对生活中的各种人事物充满了执着和不舍，所以基本上绝大多数人都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生活，为了这辈子的得失，不断的忙前忙后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放下生活中的这种琐事着眼于更远大的未来，把人生的重点呢放在
佛法的修行上。如果我们环顾四周，大家基本上都是在忙着工作，忙着家庭，忙着玩耍，很难对修行升起紧迫感。虽然我们也不是什么时候都不着急，比如说那些身患重病的人，当他们知道自己命不久矣的时候呢，就会特别的紧迫感。所以呢，假如有一天呢，我们都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知道自己的这个时日不多，那我想每个人应该都会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开始认真去思考，然后呢，马上就行动起来，为死后打算，为来世准备。这个时候呢，他可能立刻就会做一些行善积德，和忏悔的事情。总之呢，会开始各种临时抱佛脚的修行。但是问题在于，很多时候，当我们发现自己快要死的时候，都已经太晚了。所以说，问题还是出在我们不觉得自己很快会死，或者根本不去思考这个问题。然而呢，一旦我们开始认真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除了可能会产生一些紧张担忧之外呢，就会自然而然的升起一种现在就要开始修行的紧迫感。所以呢，作为佛教徒，想要开始修行并且精进不辍，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最好的原动力就是观修死亡无常。那么既然这个观修死亡无常这么重要，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如何观修死亡无常。什么是死亡无常？在解释这一点之前呢，我想我们首先要对无常这个概念有一种比较正确和全面的了解。无常顾名思义就是没有恒常，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事物情况状态或者人等等在这个世界上是永久的永恒的。这段话说起来呢，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理解也都会表示赞同。但是呢，这种观点有没有真的深植于我们的内心呢？这就很难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平时的所作所为以及对人生的各种期待规划，都是和无常的这个道理完全相反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总是在渴望和追求着一种安全感。什么样的安全感呢？就是希望一切都能够在我们的掌控之中，预料之内。那什么事情可以带给我们这种安全感呢？就是那些稳定的、恒常的、永久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内心总是期待，甚至是偏执的认为事情都会有着规律的稳定的进行下去。而情况也确实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遗余力的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比如说我们找工作，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我们结婚是希望能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白头偕老的关系；我们买房
是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安稳的住所。我们人生中做的绝大多数事情，都是在尽己所能的让人生变得更可控，希望它可以稳步地向我们预料的轨道发展。我们试图让一切持续的更长久，这样呢，我们才能感到踏实、放心，充满安全感。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都喜欢童话故事，因为童话故事的结局都是我们最喜欢的那句话：他们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当然了，在稳定的生活基础上，有的时候我们也期待一些小小的改变和惊喜，要不然的话呢，生活就会变得很无趣、很无聊。比如说，我们不断地需要一些新事物、新朋友，同时还需要一些娱乐和消遣，带给我们一些刺激和新鲜感。打个比方呢，我们打算在假期出去旅行，想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感受一下不同的风土人情。那么我们的选择，要么就是著名的观光景点，要么就是可以放松的田园或者海边。应该很少人会去荒岛求生或者去原始森林探险，因为荒岛和这个森林对我们来讲可能是有点太过刺激太过新鲜了。所以呢，在平凡的生活中呢，我们寻求的这种刺激和新鲜，也必须要在一定的舒适范围之内不能太少，我们会觉得无聊；也不能太多，我们会感觉害怕。说到底，还都得是在我们可以控制、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才行。不仅如此呢，这些新鲜的事物或者生活中的小改变，还一定得是舒适的、开心的，最好是还能带给我们一些利益的，能够充足就能够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我们才会接受。比如说在工作中类似升职加薪的这种变化就很让人求之不得。相反呢，如果生活中发生一些意外甚至是悲剧，那一定是我们都不愿意见到的。所以呢，我们无论是对生活还是对自己的整个人生乃至对这个世界的各种预期或者或者说是憧憬，都是要以稳定、永久和可控为根本，这样我们才会有安全感，才会感到舒适和放心。就算可以接受一些改变我们能承受的这个变化范围也是极为有限。所以呢，从道理上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都明白万事无常，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所言所行呢，都是和这个无常背道而驰的。我们知道，大到整个宇宙小到每一个细胞，无论是事物、状况、人际关系，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但是用在生活中的时候呢，可能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我想大多数人，每天的这个生活都是很有规律的，要去同样的地方，工作或者上学，遇到相识的人，做那些常常都在做的事情，
然后呢，晚上回到同一个住处吃饭休息，日子就是这样过着，时间就这样流逝着。这就好比我们站在一条河旁边看着河水流动，虽然我们知道它在流动，但是呢，却意识不到，其实每一秒钟我们眼前流过的河水都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事实。假如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河上放一只纸做的小船，我们就会看到小船沿着这个河水向前流淌，一去不复返。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意识到其实眼前的河流看似是同一条，流淌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河水。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重复着类似的内容，处在熟悉的环境当中，和熟知的人权互动，加上快速和繁忙的社会节奏，这一切都麻木了我们的感知，让我们觉得时间好像并没有怎么流逝。而且呢，更可怕的是，这样的生活呢，还给了我们一种巨大的错觉，那就是以后的日子每天都会这样继续下去的。而当我们完全被包裹在这种巨大的麻木和错觉里面的时候呢，一旦生活中出现了任何意外，或者未曾预料的变故，那我们顿时就会觉得惊慌失措、紧张害怕，甚至会崩溃。然而呢，实际上这些意外变故出其不意才是真正的无常。凡是那些我们能够想到的、预料到的，都不是我们需要去观想的无常。我们需要去观想并且深入自心的，正是那些我们无法想象的和不愿意面对的无常。它们可能是变化，可能是动荡，甚至是灾难。所以呢，我们不能总是选择性的去接受生命的变化，我们要去接受和做好准备的，应该是所有的一切的变化。然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呢，最大的无常，应该就是死亡的到来。虽然我们都知道，那有一天，早晚会来，这一天会早晚会来，但是呢，事实是，基本上没有人是为了自己的死期而去奋斗，大家基本上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去拼了命的努力。这就说到了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如果我们相信佛法，事情就应该变得很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佛法告诉我们，此生短暂，而来世又是无穷无尽。我们不能把眼光仅仅放在这一辈子上，要看得更远，也要想得更远才行。如果继续在这样的轮回当中流转，那是永无止境的。而这样的关键在于能够在此生只遇佛法，而且拥有这样一副能够用来修行人生，是多么弥足珍贵。这就是轮回中千载难逢的机遇。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有生之年拼尽全力的去努力修持，要用最好的状态来面对死亡。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至少可能有一点点的把握，为自己争取一个更好的来世，
当然呢，如果能够出离轮回，永取解脱，那就更是一劳永逸。所以呢，观修死亡无常，就是让我们把自己从这个现在这种麻木的生活状态中摇醒，不能再自欺欺人，不能再天真的认为日常的这种看起来似乎稳定和持久的生活就是人生的追求，就是生活本身。我们要让自己清醒一点，仔细想一想，生活的本质是什么？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人生的尽头又是什么？同时呢，我们也应该好好的去体会自己的生活和周遭的世界都是如何变化的，时间是如何飞逝的。我们要明确的认识到，生命时时刻刻都在走向死亡，我们往后的时间都是倒计时。就在到了大限将至的那个关头，我们想要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来面对死亡呢？我们为自己准备了一个什么样的来世呢？如果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把眼光放得更远，把心打开。就算人生100年，跟无数个来世比起来呢，那只是九牛一毛，眨眼之间而已。我们作为佛教修行者，要为来世做打算，才算是不枉此生。所以说，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现在我们应该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重新观察一下自己的生活和人生规划，好好想一想自己的余生到底应该要做些什么才是真的有意义。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